的百歲，共記下願景，想知下，想見識下。抗壓到爆炸，風音變化，從現代世界裏估下，奧運嘛，真是奇異啊！一齊睇下今次去邊度啊？馬來西亞嘅柔佛州。馬來西亞嘅柔佛州環境超正，居民生活超寫意，人都笑口常開，唔會超聲。係喎，個個見到我哋都笑到失控咁，係咪真係咁好笑啊？定係我冇拉褲鏈呢？呢位阿伯唔使咁愁，學下隔離呢位姐姐咁啦。雖然有殘障，不過樂天面對，做學都無不絕技。呢度嘅人咁開心樂天，會有咩怪事發生呢？咩事咧？笑到噴飯俱樂部。咩啊？咦？呢班人喺度搞乜鬼咧？笑到噴晒飯咁，咪食咗過期笑口棗咧？仲越叫越興奮，收唔到掣咁喎，係咪傻咗啊佢哋？傻啦！係我大笑啦！嚇！笑都有招式，仲要扮企鵝，真係傻得幾可愛喎！連我哋嘅主持黃偉傑都傻埋一份。原來傻真係會傳染㗎，睇下一隻二隻喺度扮企鵝，乜企鵝識笑嘅咩？仲有第二招，抹身大笑。首先就係抹下，然後將毛巾包住自己嘅 body， 跟手又不斷大笑。原來呢班人係參加咗噴飯俱樂部，一攤人就笑到噴飯，再配合唔同嘅動作，達到舒展筋骨嘅效果。再加上係又笑，唔係又笑，好容易感染到身邊嘅人，大家開開心心，病魔都怕咗啦。唔信啊？有例證㗎。呢位女士又瘦又唔開心，但一加入咗俱樂部之後就心廣體胖啦。練咗呢個大笑瑜伽之後，有咩改變咗呢？好開心，心胸廣闊咗。該做嘅咧就係袋鼠大笑啦。袋鼠大笑，淨係聽個名都想笑啦。個個喺度扮晒袋鼠打波繩，呢位 uncle 成隻大袋鼠咁啊！安哥，練咗大笑瑜伽之後有咩改變咗？看沒有突然啊，很健康了。好肚腩，好健康嘅喎。千奇百趣，馬來西亞嘅笑到噴飯俱樂部。Happy Happy Party Time！